真是有这个代志哦。唉，你这个戆小弟，我是什么时阵捌骗过你啦？我就是惊讲，你较粗心大意，代志若互你知影了后，你一定会泄露秘密。这拢无都爱怪你，你若量早将安尼为言甲我讲吼，我免哪会去救迄个哈密鼠啦，我都无咧吃饱伤闲个。唉，我是甲文良用偌济苦心，才将迄块大石边仔的石头甲伊挖互伊送，想袂到哈密鼠着到鬼门关啊，又搁互你甲伊诱翻头转来，唉。大个啊，新的啦，但这代志吼，拢是我抓出来，啊无吼，我即马就来去找哈密鼠，我来去赶伊的头壳来纪念，通好弥补我的过失。当然，请。做先锋。现在哈密鼠已经起了疑心了，伊一定会提防，你千万袂用得去。是，用你啊！大家唔敢将代志互你知影，就是惊你会闹事。我看你还是先坐落来，大家从中计议。啊，袂用的啦！大丈夫男子汉吼，敢做就爱加担当。我唔则袂去对不起恁，看有影无？我来，当然。什么人若是惹代志，我绝对无用阮的。好嘛好嘛，啊，都莫去都莫去啊！啊，都讲啊遐大声，咱家己兄弟也毋是别人啊，你什么要撩舌甲毋撩舌？做将军，哈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会当互你去弥补你的过失。哈，真实啊！嘿嘿，对啦，较讲嘛，你这个可怜你的办法上介济，拜托的，你紧甲我想一个办法，通好互我补一个，吼。你趁这个时阵，金郁卒伊还未下令将社门关闭的事，你抓到天下的灵旗，甲着宝剑，以大军出征，探查地形为理由，赶倒转中原，见甲元帅。你甲元帅讲，请伊5月初5日端午节的中午，率领大兵来到天星国，甲咱接应。哦，啊，假使甲元帅伊若无爱相信我，安尼要安怎？我只有一块宝砚，是甲元帅伊送互我的。你将这块宝砚摕去见甲元帅，伊一定会相信你。哦，安尼哦，好，小弟，啊，王统治任务这么大交代你，你着爱特别的小心，爱会记，唔通惹代志，唔通啉烧酒，唔通爱困，唔通插事，袂用个赶夜路，知也唔知？搁袂用个食酒，搁袂用个爱困，搁袂用个哦，凡第三个代志拢袂用的就对啦。是啊。安尼我即摆来去啊。王统治，伊对拄则你的推测，是毋是阮应该倒转来去交代煞？是，现在哈密鼠已经有戒心了，若是要除掉伊，并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，不如咱先倒转来去中原，投靠甲元帅，强斥灭金兵。到迄个时阵，敢惊讲伊金郁卒甲哈密鼠，伊早有路心。也毋过，我总是袂用个空空转去啊。公主，你的意思是？
只要绿公主会当将金国的山川地理图得到手，将伊来献互甲元帅，安尼敢毋是立下一件大功呢？这可怜你，地理图是伫咧哈密市的手中，你要偷地理图，敢有遐尼简单？那这就爱看绿公主咯。你的意思是要叫我偷摕地理图？图当然是爱偷，但是毋是你，是哈莲娜。笨了，那安尼就太委屈你了。也毋过，杨姐姐、王统制，假使你就是叫我去侵访咸镇，杀敌弑舍，这什么代志我拢敢做。也毋过这桩代志，我了，这个代志非你不可啊！这文良，为着顾全大局，你着较委屈的。做本常常家己一个人咧悲伤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一定是陆文良死狗囝，将伊甲放杀。陆文良，你根本配阮查某囝是未当过。哦，陆文良，你甲我试一个看卖哩，你所有的破定，在我的掌中。等证据若齐全，我要互你好看。爹，你要出去啥？老爸想要来后江来替龙树一下下莲啊，若什么代志哦，看较开一点啊。如果讲你若是为着陆文良咧伤心啊，哎呀，烦恼的代志还阁真侪咧后头哦。爹，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老爸拢是为着你好的，你家己详细想一看嘛，你自然就明白哈。禀公主，陆殿下要见你。殿下，我以为今后你拢要来看我。我知影迄一天我烧酒醉，酒醉了后，我有讲一寡话，惊去得失着你，所以我感觉足歹势。那安尼你是安那袂马上向我解释，一直拖到今仔日，害我。那我并毋是无要来看你啊，因为酒醉的第二天我人就毋好，到今仔日
才来看你啊。啊？你破病，我啥拢唔知咧。殿下，你即马安怎？有拢总好去无？看伊对我这关怀，像我含情对应塞，分明对我是真爱，对其变态不该。看伊点数头舞台，有何温痛在心怀？有话何必从心来？不轻明虽不应该。你那性情太聪明，一敢破破无文情，千言万语在心内，怎敢对伊托真情？殿下，你是安怎咧？你无回答我。我是伫咧想讲，现在你的心肝内，毋知还有伫咧恨我无？无，我根本都毋捌分过你，我只是一直咧思念你。有一天，我甲你献一个喙皮，我真歹势搁去找你，也毋过，我无一天无地盼望你来看我。今仔日会当看到你，我是足欢喜的。亲像讲，你今后拢无爱插我。我嘛心满意足。莲娜竟然会对我这么痴心，我怎会忍心欺骗、利用伊呢？我应该安怎？莲娜，为什么你的老爸偏偏是伊哈密斯？顶一摆廖文阳，也请我去看电为理由啦，也借机会害死我的性命。事后呢，我故意连讲我就无要讲。我的目的是要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我暗中将龙子交代好伊，遐征南10万的大军甲调倒转来。嘿，现在廖文阳的江中只有剩2000名的亲兵，其他并无一兵一卒啦。军师，你做得好，做得好。多谢龙子称赞。也毋过，廖文良是我的儿子，你千万免你甲冤枉哦。爹，爹，啊，父王你也伫遮，新年拜见父王。儿女平身。谢父王。父王，啊你来遮是安怎新年拢毋知影呢？啊，我突然有要紧的代志，要来甲你阿爹谈论，所以未好来这个所在，任何人都毋知影。啊，既然父王有代志要甲阿爹谈论，那安尼新年告退。来啦来啦。哇，他你是要倒去啊？你来去找殿下。哎呀，龙叔啊，当你都系嗰啲惊，惊讲唔到去冤枉着廖文阳。当你甲看，廖文阳突然间对李娜改变这态度，这咪可以证明咯。廖文阳伊是利用李娜，是要来对付我。龙叔啊，先查明廖文阳这群甲这可怜儿常常做阵，相思。你谈论什么款的大事讲一款啊？
了3天前，定国大将军朱雄摕到陆文良的军令，佮着宝剑出声，到今啊还未倒转来。这款的代志，可能是甲可怜伊有关。可怜伊分明是献苦肉计来归头我国，伊是要坑陆文良，弃金投蜀。龙主啊，你搁详细想一看卖，陆文良迄个面貌，是毋是足亲像以前死去迄个玉丁啊？伊敢真是玉丁的囝？母亲，今仔日是你的忌日，害你伫遮甲你敬拜，害你愿意发誓，愿意为爹、母亲恁报仇。是，我是陆丁的囝。回禀殿下，龙主有旨，宣殿下进宫。我知影，退下落去。是。奇怪，无缘无故，哪会要选你进宫？我来去，害你随时就会倒转来。袂用的，你袂用去。啥？该考顾好势，若无一定会落实着咱的风声。殿下，我要出卖你，杨过，你千万袂用进宫，你袂用去的。哼！娘，国王选你入宫来，别无他事，是要问讲你是何时才要起兵攻打宋朝？父王，新年早就准备好势啊，搁在3-5天后就会当发兵啊。哦，也毋过国王已经改变主意，命库里爷为帅，代替你领兵灭宋。这，父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迄边岛上有一封信，你去摕来看就知影。什么人是你父王？娘娘，你点来？我要安怎为恁老爸报冤仇？来呀！报喜！是，开枪！老师，陆文良袂去逃的。我知影，我16年来父子之情，我不愿意看伊死在利益之下。跳！是。要不要我去过世？